来到长期照顾机构伫厝提长辈服务的个案当中，因为家属无闲，你是只有居家服务人员甲长辈互动。对着热生来讲，因为身体欠安，所以需要时常倒眠床。不过为了迎接父亲节，机构特别设计替爸爸洗脚活动，主要表达对长辈关怀、陪伴甲感谢，嘛有近服务人员甲个案的鼓励。你嘛足照顾我吼，互我有机会来甲你服务吼，甲你服务吼，安尼吼，今日是万外当父亲节吼，我嘛甲你答谢，甲你祝你哦，那个身体健康，吃饱哩吼。谢谢。即个安尼帮你洗脚，你会感觉安怎？赞。谢谢。互长辈感受家己辛苦一世人有时势来洗脚，愈来是一种有效的表现。伫父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，嘛互后辈学习表达对父亲的关怀，勇敢表达心中的爱。会中机构嘛代替家属献上庆祝父亲节的鸡卵糕，场面相当温馨。社会上面可能大家都对于父亲这个角色是属于比较坚毅，或者是说不善表达，或者是坚强的这种概念。但是实际上，其实他们在后期，我们在长者这一块，其实他们也是需要被关心的，只是他们不善于用表达的方式来去叙说。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次的活动，用族语的时候，互相去表达他们对服务员的感谢。然后还有我们服务员照顾他这段时间也学习到很多，然后也可以我们向他表达我们的感谢之情。这款温馨的父亲节活动，机构嘛陆续伫120几个服务个案来筹办，互长辈拄啊伫厝地当安心食老，透过节日嘛当感受温暖甲幸福气氛。台湾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。